2025年1月2日，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4个地震，受灾上严重的是隔壁县市台南的南西甲玉井。根据统计数字，地震后无到20天，余震就高达159届，上大规模来到5.7。讲即届的地震，甲1964年的白河大地震规模甲震度拢真相共。专家研判，震源可能是同一条的望断层。嘉义大埔即届的地震虽然无造成严重的伤亡，也毋过风大、红单、甲黄单的建筑物都有受倾件。华视新闻杂志的记者对着土木技师到灾区勘查，了解受损害的房屋的类型，以及要安怎来补强。最近这60天来，台湾常常发生地震，嘛互咱看到老建筑的安全问题。啊，面对天灾，咱阁要安怎有效来预防、降低伤害呢？咱做伙来探讨。哇，落大！哦，这大，这球有泡沫在上下就是一直摇啊。最大的震度的位置，嘉义的大埔这边有到6弱的一个程度。地震后破坏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这栋建物先天的弱点，重点一定是针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破坏力。地震没办法预测的话，你唯一办法你就把房子盖好。哇，落得大啊！哦，这大，我安尼皮拖安尼。2025年1月71日，旧历年前的地震，火灾民未受经过一场大自然的震撼教育。唯一的一间房子，本来有房子的，现在都没有。一个房间都不能住了，地上都是玻璃。我厝歹去啊，要安怎？这个地震造成最大的震度的位置是在嘉义的大埔这边有到6弱的一个程度，然后5弱的只有2个地方是在台南的南溪跟高雄的甲仙。根据气象所的资料，嘉义大埔地震震央的位置第8位23.23度，东经120.57度，地震的深度9.7公里，瑞士规模6.4，全台湾拢有感觉。在震源附近呢，佮包括着出口等层往南的润澳等层、甲口小里等层。这次的地震在10公里以下，甚至它余震在10几公里，所以它是属于下带，它跟上面这些活动段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它是哪条断层，我们只知道说在10公里以下呢，地壳是破碎的，那它会累积能量，它会发生地震。到底是倒一条断层作用引发着嘉义大埔地震？专家研判，不是大家过去所知影接近地表的断层，是无法度探勘的望断层所造成的。这个地震呢，大概位置大概都是落在10公里附近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是1964年，民国53年的白河大地震，啊，规模6.3的，它在旁边，所以这个大概是同样一个地震带。就算是未知的断层，学者希望找到断层活动的规律性。像1964年白河地震规模甲震央，对甲嘉义大埔地震非常的相共。台南嘉义地区于元月18号晚上8点10分发生强烈地震，一时地动山摇，墙倒屋塌，造成严重的灾害。当年的白河地震，拢总106个人死亡，650个人受伤，灾情非常的惨重。台南县的白河镇有2/3的房屋被震塌，满目疮痍。我们大概就可以初步了解到，那在10公里以下这个破碎带、这个断层带呢，它的发生地震规模6.4左右，这种它的周期，大概就是40-50年，就会有这种现象。那将来会不会引发更大的一个地震？其实这我不了解。观察台湾13年地震统计数字，规模5.5以上，第2024年创下新高，有43个。看得出来，地面下力量释放的程度加悬。气象署提供地震监视图，在未来30天来发生规模6个纪律，
西部地区以嘉义、台南交叉所在上悬，占49.49%。我们从过去这几十年来看啊，云嘉南这个区块，大概从浊水溪以南到台南这边来讲，它的地震的频率是最高的，最高。大概过去30年内，大概在这个区域里面发生的地震大概有9万次，9万次。那其他区域同样的这个在西部这个区域的话，那中山头啊，那个大概就是8000次，只要1/10而已。所以这个区域它地震是蛮高的。面对无法度避免的地动考验，要安怎做才会当将损害降到上低呢？通报数呢有3000多户，那红黄灯加起来至少有超过25%到30%之间，所以其实比例也是不低。地震后，房屋严重毁损，neu条壁损，甚至壁都崩塌，未听到也是补强。华视新闻杂志采访团队对着土木技师前往灾区勘察。这个你从远远看呢，这户其实就是典型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街屋，它大概就是4栋，就是这边看到的第1栋、第2栋、第3栋啊，有4户。古镇楼以下，甲厝边隔壁小连的壁倒，这个厝是台湾接款的建筑形式。是讲，若因为商业需求将1楼拍通，变作无条块的电压卡，安尼来就会增加地震损害。因为平行街屋，它通常落向是平行道路的方向，那再加上说这个面呢都是开窗，所以说呢，它在这个巷就会受损。那受损的大概的重点呢，第一个就是说在骑楼的这个地方呢，你就会看到柱爆开。土木技师更加提醒，厝甲街路边旁边是属于耐震的族向，这嘛是当着严重地震时阵，主体一般会崩塌的方向。这种街屋垂直方向比较不会垮，它垮的都是这样子垮。那你这个距离又近，所以你在1楼就直接往外跑，你就可以逃生了。大埔地震让这里联动的加强砖屋，即便有厚重的墙面，但没有柱子照样倒塌。截至2月3号，台南南西、玉井2地重灾区被贴上红黄单的危险建物已经超过1300多件。房屋受损的民众根据通报时间的不同，勘查结果冇可能的地区共摆的建筑本，为收着红单，为收着黄单。这可能会引发到未来重建或者是修理的难题。像这种连续排的，就是整排的房屋，然后他们的墙壁是共用壁。那如果左边的是红单，然后还要拆掉，然后右边的是黄单，他们有要拆掉，也是变不安全。是不是以整栋来去看红黄单，而且以危险来看，这一栋只要是有一个贴红单的，就以最危险的来看。像伫台南南西一户真基厝，第一摆鉴定，敢若客厅的壁道出现壁损，所以红大黄单。也毋过刷了解，灾区定发生疫情，若未壁道完全崩塌，佫会申请第2摆勘查。不敢住了，这个房子真的不敢住了，有点恐怖啊。就如果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一个大地震，300万最高的是红单，对啊，黄单只有修缮补强而已。最高就到200啊，他会等技师来评估，评估完之后会开一个价格给你，就是不会超出这个价格。这个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内政入产征用的补助、加税厝的补贴等等，拢会比较2014年、2003的花莲地震版地。我们这边很多老人家，他们就是比较没有读书。所以，然后年轻人就出门在外嘛，就可能他们对这方面的资讯或许会比较不了解，只能透过里长的广播说去公所干嘛干嘛的。地震了后，类似嘛是徛起安全大规模体检。
台南玉井文化大楼红列做几楼，拢总28号49个人伫第一时间撤离。外观看起来脆弱的地震建筑，也就是人讲的软卡鱼，加做主体地面上。1楼是所谓标准软弱层，几乎都没有住家，也都没有墙架，所以就是1楼相对2楼以上，它就是一个弱层，它就是所谓软脚下建筑。这边可以看到几个柱子呢，都是它不只是高应力区破坏，它还到了这个低应力区都整个都爆裂开了。大部分的民众都会有一个，就是不要说是侥幸，可能是会比较偏安的心态。921地震我家也没事，他就认为说，我们这样的房子也不用去担心软脚下建筑，所以每次都是在灾后之后，才会一栋一栋软脚虾出现，而是震央在哪里，软脚虾就在哪里，所以变成是它本来就存在，反而是大自然一次一次的示警。那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地毯式的进行所有的软脚虾建筑的一个检视？那安尼，传统的土角厝，嘛是这摆地动受灾建筑主要的类型之一。它主构架它是靠这个竹子啊，比较粗的竹子，但是这些竹子的这个整个构架完全跟所谓的钢筋混凝土的这个构架是不能比的。像这个结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面是一个砖墙，然后上面的立柱呢直接架在它上面。那这两个不同的材质呢，它并没有所谓类似像钢筋混凝土那样的连接，所以它不能抵抗弯矩，所以在地震来的时候，它更容易在这边去做脱落。原来的构架，这个用来做防恶的骨架，明显挡不过天灾，就算有定期维护。伫台南南西超过200年历史的高级建筑钢架高厝也严重受损，估计修理的费用要7000万。古迹的补强呢，其实从这个店我们来看过去哦，你有没有看那个其实都是要找专门的师傅去做的，其实是相当花时间的。以这种政府高度重视的江家古厝，在这次的地震照样受损了。那政府没有去进行所谓的古迹认定或是历史建物认定的这些头家厝呢，就变成无人的孤儿了。但是他们有没有保存的价值呢？事实上，它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来说，绝对有它的保存价值。那这些应该要跟所谓的住户去沟通，是不是政府来介入，可以编列预算，去把它好精致的去把它保存下来。修理受损的房屋是大工程，想要撤销红黄单，照规定，就要请土木技师通盘规划设计，这个交予专业的营造厂施工。内建要当确实补强，才会当抵抗后一摆的地震。921之后，大家看看这几年，从2016开始的微冠地震，到我们今年2025的地震，平均2年就一次灾害性地震发生了，已经频率比以前高了。翻头看过去的地震，造成严重死伤的建筑物崩塌意外，大部分都会当找到内建弱点相共的原因。专家呼吁，能量释放会一直发生，平密路也会刮到人。我想在北边这边中彰投桃竹苗这边，甚至南边的高屏一样都很少地震，导致这种区块我们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它一直在累积能量。以全世界来讲，台湾真正发生地震。厝龄30栋以上的建筑物已经将近500万户，高厝数量当年增加，基础的问题未当个轻忽。你只要超过屋龄40年以上的，甚至是921之前，应该严格鉴定是921之前所谓的设计新建的房子，其实都要全面性做所谓的耐震检视。那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耐震检视跟耐震补强，并没有说要一步到位，至少我把你房子补到说怎样，地震来的时候，大震来的时候，你不会立即崩塌。那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95%在地震灾害里面，95%以上的人是被房子建筑物倒塌造成的伤亡，所以你没办法预测大的地震，那你就把房子盖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你围绕的这种都更要赶快进行，对你盖好一栋就减少一个伤亡。
地动使人警觉，每一摆的天摇地动，拢是带出人的警示。学习经验，提高防灾意识，只有通过每一摆的挑战，才会当守护家园，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